即届做风台北部落大雨，有停车场煞全放弃。这是台北北投一张私人的停车场，早暝10点外吹落，8台轿车出落山坡。警消初步来研判，可能是大雨一直落一直冲洗，才会造成山坡地滑动。好哩加载，无人受伤。 8台轿车出45度，都掉伫边坡的，看起来非常危险。想要到原因竟然是停车场突然间落落去。他一盖啊，挂50年啊，叫我们赶快离开那个，说那边可能会随时还会再崩。警消叫大家动作较紧的，惊讲下一个会搁出落去，若是车也搁有人，民众惊到赶紧把车刷走。搁加上附近的主体有闻到甲臭味，增加紧张的气氛。现在瓦斯管线已经断裂，我们那边都是瓦斯位没办法住，已经迁走了几户的住民了。哦。啊，你即摆你车搁唔处理，到时车来连落去，阮咧边都弄坏。 不过，好好停车场为虾米汹涌会安尼落落去呢？警消认为讲，这块雨手真有可能就是米塔风台所带来规暝落大雨，冲挂着边坡，造成土石厝震动。好在在无人受伤。目前现场已经封锁起来，但是因为停车场是私人的，车损害去要安怎赔偿？受害车主，大家搁甲业者好好谈一下。